750年前，蒙古帝国到北京建立都上，14军东征本欧洲太乱。第二时间，东西文化没开始全面交流。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用1万公里来记录2万公里的来去。用1出世起始，现在马可波罗再度出发，对威尼斯开始，韩国东土耳其、伊朗、阿富汗到北京，创下了甘肃也伟大壮游之谜。